讲到今仔日是西洋情人节，也要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伫网络顶头交朋友呢，就要特别注意爱情的骗子哦。这彰化县警察局就公布，今年1月受理588件的诈骗案，这财务损失加起来是要到3亿遐济，其中以这假啊交朋友骗钱投资的诈骗上介济。阿富汗他在那边做语医师，政府给了他150万的美金做他退休金。车厢内底这位民众准备要买5万块的点数卡片，经过警察的解说，才知影是拄到爱情的骗子。彰化的启动派出所进前接到超商报案，疑似有诈骗。原来受民众伫网络实在一位女子讲家己伫国外做医生，两人伫网络开始联络开讲。落尾这位网友就以各种理由要求民众去超商买点数提供给伊。近期成功拦阻2件诈骗案件。这些诈骗的手法都跟假交友有关，歹徒会利用社群的一个平台跟交友的软体，跟被害人来做一个感情的一个经营跟联系，进一步来榨取财物。彰化县警察局执行今年1月的诈骗查缉专案，抓到28件的诈骗案，161个诈欺犯，查扣汽车、土地、现金等等，计共4065万，嘛成功阻挡4662万的诈骗金。警察局表示，诈骗集团的部署千万招，其中佫以博感情、骗钱财的诈骗上多。假投资诈骗仍然比较严重1月份假投资诈骗的财损金额有2亿3400余万元单笔遭诈骗金额在100万以上的也有68件。有关假爱情诈骗打击力道我们必须再加强。彰化县警察局表示，接看到的网络爱情骗子，拢会先开讲关心、盘烂、博感情，落尾就开始要求汇钱、帮忙收汇不等等。提醒民众，若拄到这情形，真有可能是诈骗集团设的陷阱，一定要提悬警觉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